交我的手牵呢，弗里莲。我就是和你即马开始旅行的机缘咯。迄枚录音，互我会当开始旅行的勇气，互我了解甲东华做伙过日有偌趣味。只要一点点嘛就好，会当改变某美人的人生就好啊。我想安尼一定就会有够啊。接落来要进行一级魔法师的选拔测验。魔法师毋是干那看魔力决定谁较厉害的哦。人讲的魔法，想象的世界，这款代志是无公平。你是来细细念的哦。人类拢嘛是为着欲望在战斗的。就算安尼，你嘛是就歹心的。因为我无相信人。真正有够戆的。改成伫遮甲你抬你有杀人犯的眼神咯。我要甲你抬。好大做你来，已经在冤家啊。奇怪呢，感觉爱叫爱去你练代志，到底是咧想你到底想要创啥？魔法师就应该安尼想。一个魔法师就只是一个名号尔。什么特权啊，有够无。是魔法。张男心啊！你是咧惊什么是无？再会啊，小姐。大个人可能拢需要一个心灵支持。若是勇者迄枚路，就一定会安尼做。安尼感觉也袂歹吼。世界上有这款的魔法师，会当开创出和平的时代。魔法应该是自由的。